代表民进党选总统的蔡英文，今仔日到新北市议会，甲民进党的议员举行便当会。因为新北市立委的选情哪力双方是拼甲真厉害，所以蔡总统第一站就到全国上大的票仓新北市来下选战的动员令。 总统蔡英文去到新北市议会，代表民进党继续要拼总统大选的蔡总统，向民进党议员下达选战的动员令。竞选办公室嘛，甲议员成立剑道群组，透过NLINE直接沟通接地气。今年一天，国民党的郭台铭讲要送粉红色的国旗帽啊，和蔡总统炸出去，总统敢会接受？郭董就是郭董，好像每一件事情都要用他的方法来做。徽章上就有国旗，在很多的场合是不适合戴帽子。 韩国主席批评讲无兵找无人，兵源是充足的啊，来应募的人早已经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补充的兵源。另外，针对韩国瑜讲，民进党上惊出来选总统，到底是惊郭台铭，还是较惊伊？我没有怕谁的问题啊，我倒是觉得他们都很怕我啊，都要争取来批评我或者是攻击我啊，看起来是他们比较怕我吧。 输人唔输阵，拼气势，大家拢无想要输。总统甲新北市议员便当会后，佮都爱分别翕相，伫咧出访前分选战的扫工。